你有冇試過夜晚9點幾10點鐘行過屋企附近或者地鐵站口的連鎖麵包鋪，親眼見到個店員好似做賊咁，立立臨拎起成個大黑色垃圾袋，將架上明明仲好香好軟，完全冇變壞嘅菠蘿包雞尾包，甚至賣成幾十蚊一個嘅高級吐司，成盤直接倒進垃圾桶。嗰一刻你心裏面會唔會冒起一股火，覺得呢間鋪頭真係浪費到極致，簡直慘過賭錢。明明帳面天橋底公園邊仲有咁多無家可歸嘅老人家或者生活拮據嘅基層家庭，連餐飽飯都冇得食，點解你的麵包鋪寧願將新鮮麵包當垃圾掟，都死活唔肯免費送俾有需要嘅人，甚至連自己員工想拎返屋企食都嚴格禁止。你以為呢啲老闆純粹係冇良心冷血，或者係大資本家嘅傲慢？如果你真係咁諗，就太天真了。今日我要以一個喺飲食業同連鎖零售業打滾咗10幾年嘅內行人身份，同大家大踢爆一個看似極度不近人情，甚至乎有的冷酷嘅麵包鋪售鋪黑幕背後呢3個真相，唔單止牽涉到幾十萬嘅商業計謀，仲隱藏住法律、人性同成個香港商業社會最殘酷嘅運行邏輯。聽完之後，你可能徹底改觀，甚至覺得呢種看似冷血嘅做法喺現行體制裏面，竟然係唯一嘅無奈之舉。我哋先返去最直觀嘅場景。想象一下，喺2024年今日，你喺旺角或者灣仔街頭睇住個30幾歲麵包鋪店員將一袋估值幾百甚至幾千蚊嘅麵包砰一聲掟落街邊大型垃圾桶，好多個老人睇到呢一幕都會喺心裏面暗罵呢間鋪頭真係折墮，好人好者點解唔做善事，送給深水埗的老人家或者清潔工積下陰德都好過咁樣掟咗佢。但內行人話，你知第一個最直接亦係最令所有麵包鋪老闆聞風喪膽嘅冷血黑幕，就係食安法律責任與無限訴訟風險。喺香港呢個高度法治、訴訟文化極度成熟嘅社會，做生意最怕嘅唔係賺少咗錢，而係踩中法律陷阱。好多人會諗麵包係免費送俾你食嘅，做人要感恩，萬一食完拉肚子，難道仲以示告人咩？現實偏偏就係咁殘酷。2018年，香港曾經有一間規模唔算大嘅獨立麵包店，老闆娘好有心，見到每晚收鋪到剩返20幾個麵包，覺得好可惜，於是決定每晚10點半收鋪之後，將剩餘麵包用乾淨透明袋包好，擺喺店門口凳子上面，寫住免費自取，送完即止，祝你有美好嘅一天。開頭2-3星期氣氛非常好，附近老人家同基層街坊都好開心，甚至有人寫感謝卡貼喺門口。但好景不常，去到大約第3個月出咗大事。有個50幾歲男士拎咗個放門口嘅火腿芝士包返屋企，結果第2日急性腸胃炎入院，睇醫生花咗幾千蚊。呢位男士同屋企人第一時間唔係諗呢個係免費麵包，而係直接跑去食環署投訴，仲請律師準備告間麵包店索償，理由係麵包室溫下擺放過久，火腿同芝士滋生金黃葡萄球菌，導致食物中毒，連帶失業幾日嘅收入損失。雖然老闆娘委屈道歉，覺得自己好心做壞事，但法律層面上，法律唔會因為免費贈送就免除食品安全責任。只要麵包係由你間鋪頭製造同發出，你就必須對食咗一個麵包嘅人嘅健康負上100%法律責任。香港現時並冇一套完善嘅好人法或食品捐贈免責法案去全面保障免費捐贈食物嘅商戶。萬一食咗免費麵包嘅人出現嚴重過敏、急性腸胃炎，甚至老人家身體差引致併發症，食環署一旦介入調查，輕則罰款勒令停業整頓，重則面對昂貴民事索償同聲譽破產。對於連鎖麵包店，一個定價15蚊嘅麵包免費送出去，賠償風險潛在法律賠可能係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任何一個正常商業機構權衡過做善事獲得嘅微弱名聲同可能導致公司破產嘅法律風險之後，都會毫不猶豫選擇最安全做法，
將麵包當垃圾扔掉，因為只有掟進垃圾桶，再喺垃圾袋淋水或毀壞，徹底打破食用價值。法律意義上，你的麵包先算正式報廢，公司先可以徹底撇除任何後續食安責任。可能你會問，唔可以喺袋上面貼免責聲明，寫明食咗有事概不負責咩？內行人話，你知法律上你的私下簽署或單方面聲明嘅免責條款，涉及個人身體健康同生命安全領域，基本上完全無效。法官只會睇食品發放嗰刻係咪符合食安標準。呢個就係第一個黑幕。法律風險面前，善良係需要代價嘅，而呢個代價絕大多數麵包鋪承擔唔起。如果話第一個黑幕係法律逼出嚟嘅無奈，第二個冷血黑幕就完全係商業心理學同價格體系嘅殘酷博弈，破壞市場價格與人性弱點嘅終極對決。大家試諗下，如果一間旺角地鐵站附近嘅麵包鋪宣布每晚9點半開始，所有剩餘麵包免費派發，或者一律1蚊一個購買，會發生咩事？你可能以為下午4點到7點黃金高峰期，上班族依然會照樣買麵包返屋企做早餐或下午茶。如果你咁諗，就完全低估咗消費者心理同人性弱點。2015年有一間新界區擁有15間分店嘅連鎖麵包集團，當時新任營運總監想打響名堂，搞咗個所謂零浪費關懷計劃，規定每晚9點所有剩餘麵包免費贈送俾有需要市民。結果實施唔夠3個星期，成個集團營業額出現斷崖式下跌，降幅高達36%。原因好簡單，消息一傳十傳百，附近成個社區嘅居民，包括原本6點幾收工順手買麵包嘅上班族，全部分流去9點鐘免費隊伍。大家心理好簡單，明明等多2個鐘就免費拎，點解要6點鐘花連蚊賣？更離譜係每到8點半，鋪頭門口就排長人龍，嚴重阻礙正常營業，甚至有的原本想俾錢買麵包嘅顧客，睇到門口排成咁，覺得尷尬或麻煩而走人。最令經營者心寒係人性貪婪，當免費麵包成為習慣，大家會覺得係理所當然權利。有一次，因為嗰日生意太好，剩低麵包只有平時1/3，排隊尾嘅10幾個市民竟然喺門口大吵大鬧，指責店員私自藏起麵包，鬧老闆假慈悲，做樣欺騙大眾感情，甚至有人因為搶麵包而打架。呢個真實個案喺行業傳開之後，成為香港麵包界經典教科書案例。所有連鎖店高層得出同一個結論：免費係世界上最昂貴嘅營銷，亦係最容易摧毀品牌嘅毒藥。商業世界有條鐵律叫價格錨定，一旦顧客心裏面建立咗呢間鋪頭麵包9點後唔使錢嘅印象，你白天賣15蚊一個菠蘿包嘅價值感就會瞬間崩塌，顧客會覺得你白天賣咁貴係搶錢暴利，從而對品牌產生厭惡。所以連鎖麵包鋪寧願將麵包掟入垃圾桶，都絕對唔可以破壞白酒價格體系。佢哋需要營造產品供不應求，賣完就冇，每一分錢都值呢個價嘅稀缺感。即使搞打折，例如8點半後買2送1或8折優惠，都必須嚴格控制折扣力度同時間點，絕對唔可以跨越免費呢條紅線。講到呢度，可能又有人會問，就算唔送俾外人，送俾自己員工或者俾員工帶返屋企食，總算福利吧？又唔會破壞市場價格，又可以幫員工省錢，點解連呢點都做唔到？呢個帶出第3個，亦係最殘酷、最撕裂人性嘅內行人黑幕：管理道德風險與供應鏈鏈條失控。如果你去問任何一個喺連鎖麵包店做過3-5年嘅老店長，佢哋都會苦笑住話你知。如果公司允許員工收鋪後自由帶走剩餘麵包，呢間鋪頭損耗率，即係掟掉麵包數量，會係1星期內飆升3倍以上。呢個唔係憑空捏造，而係管理學上著名嘅道德風險。想象你係負責下午4點到6點打麵包或烘焙嘅師傅，或者前台負責包裝落單嘅店員。
如果你知道今日賣唔晒剩餘嘅法式蒜蓉包、丹麥酥、朱古力龐德包全部可以免費打包返屋企，甚至可以送俾親戚朋友左鄰右舍，你會點做？人性驅使下，烘焙師傅會喺下午6點明明接近收工時，唔自覺地多烤2盤成本最高、最好賣嘅招牌麵包。前台店員喺7點幾顧客嚟買麵包時，可能會不經意表現得唔係咁積極，甚至當顧客問仲有冇某款熱門麵包時，順口答句賣晒啦，等呢啲熱門麵包可以順理成章留落嚟，成為自己收工後嘅免費晚餐同禮物。2019年，香港有間知名連鎖西餅店做內部審計，當時3間分店試行員工收工可免費帶走剩餘麵包福利，結果短短1個月內，呢3間分店原料消耗量增加 25%， 而收鋪時剩餘麵包數量比起其他分店多出整2倍。最誇張係有員工甚至喺二手交易平台私下拍賣公司高級蛋糕同吐司，賺取私己利潤。呢種行為唔單止嚴重侵蝕公司利潤，仲徹底破壞內部管理秩序。從管理學角度，連鎖企業營運核心係可控性同可預測性。總部需要透過精確數據計算每間分店每日應該用幾多公斤麵粉、幾多牛油、烘焙幾多個麵包，以及合理損耗率應維持喺 3% 至 5% 之間。只有嚴格執行剩餘產品一律銷毀、員工不得私自流傳嘅鐵律，先可以迫使店長同烘焙師傅盡最大努力精準預測每日銷量，避免過度生產。如果開放員工帶走剩餘麵包，等於喺管理制度開咗漏洞，鼓勵員工透過製造浪費獲得個人利益。呢種制度悖論係任何一個成熟企業管理層都絕對不能容忍，所以好多連鎖麵包店甚至制定極度嚴苛監控體系，收鋪時店員必須喺閉路電視全程監控下，將剩餘麵包逐個數記錄喺 POS 系統報廢單上，計數後當住鏡頭撕碎或淋清潔劑水，裝入黑色垃圾袋，綁緊袋口，親自拎落街邊大型垃圾箱。如果發現員工私自拎麵包食或偷拿返屋企，喺好多大公司裏面，一個唔係普通違反公司守則，而係直接定義為盜竊公司財產，會被即時解雇，甚至報警處理。聽起嚟係咪好冷酷、好冇人性？但喺大公司營運邏輯裏面，呢個係維持幾百間分店幾千名員工制度有效運作嘅唯一方法。講到呢度，大家可能覺得好悲哀。難道資本同商業邏輯面前，珍惜食物呢種傳統美德就真係要被踩喺腳底？難道真係冇方法兼顧商業營運、法律風險同食物回收善意？其實答案係有，但過程遠比想象複雜得多，而且需要極度專業嘅第三方機構介入。最近5-6年，即2020年到2026年期間，香港開始出現轉機。一啲有社會責任感嘅大型企業開始同本地非牟利機構合作，例如食堂、食得好或綠領行動，建立咗一套極嚴格嘅剩餘食物回收機制。呢套機制運作方式係：首先，同麵包公司簽署具有法律效力嘅免責合作協議。麵包公司唔需要直接面對公眾或受惠者，而係有個專業物流團隊，每晚麵包店收鋪指定時間，開住冷藏設備車到各分店回收剩餘麵包。回收返嚟嘅麵包唔會即刻發放，而係要經嚴格2次檢驗。專業食物安全人員會檢查包裝係咪完整，又冇變質，含料有無過期風險。例如大肉類、蛋黃或鮮奶含料嘅麵包通常風險極高，唔適合回收。只有純吐司、法包等水分較低、唔易滋生細菌嘅麵包先符合標準。檢測合格後會喺受控環境重新包裝，並喺極短時間內由義工直接送去指定長者中心、低收入家庭或派發點，要求受惠者即時食用或妥善冷藏。透過呢種方式，成功解決3大黑幕：
法律風險轉移由專業局進行食安把關，公司獲得免責保障，回收過程完全隱蔽，唔會喺鋪頭門口出現免費排隊人群，保障白晝價格體系唔崩塌，所有回收數量由第三方局同總部數據直接對接，員工無法從中作祟，堵塞道德風險漏洞。但點解呢種模式至今依然無法覆蓋全香港所有麵包鋪？原因得一個字：錢。建立一套包含冷鏈運輸、專業食安檢驗、義工團隊調配同法律協議簽署嘅回收體系，背後投入嘅營運成本非常龐大。對於好多中小型獨立麵包店或利潤極低嘅連鎖品牌，佢哋根本冇額外資源同資金去配合局做呢件事。對佢哋嚟講，最便宜、最省事、最直接嘅方法，依然係將麵包掟入垃圾桶。所以當你下次再喺街頭睇到麵包鋪店員將一袋袋新鮮麵包掟入垃圾桶，先唔好急住做道德審判。店員可能只係每個月拎住萬幾蚊人工，嚴格執行公司守則嘅普通打工仔，如果一時心軟送咗一個麵包俾你，佢可能面臨被解僱甚至被控告危機，而老闆背後亦面對高昂租金、苛刻食安法例同稍有不慎就會毀掉整個品牌嘅商業風險。呢個現象看似係麵包鋪冷血，實質上係成個現代高度資本化社會法律體系同管理制度交織出嚟嘅深層次矛盾。喺制度未得到根本性改變，好人化或政府資助食物回收體系未完全普及之前，呢種慘過賭錢嘅浪費現象，恐怕仲會喺我哋城市各個角落每晚繼續上演。明白咗背後真相之後，作為普通消費者可以做的乜？最有效方法係由消費習慣開始改變。例如唔好過度追求麵包架上永遠要擺得密密麻麻，看似選擇好多嘅視覺效果。當我哋接受夜晚去到麵包鋪架上只剩3-2個麵包係正常零浪費現象，而唔係指責店家乜都賣光冇嘢好賣，店家自然就唔需要為維持所謂品牌形象而過度烘焙，從根本減少浪費產生。呢個世界唔係非黑即白，每一個看似不合理甚至令人憤怒嘅現象背後，往往都有極度複雜嘅商業邏輯同現實無奈。希望今日呢篇分享可以帶俾大家全新思考角度，睇清商業社會運行嘅真正規則。